2025年對聖母花園嚟講，又係一個滿載感恩、謙卑學習嘅一年。我哋係一個小團體，但係一次又一次睇到天主喺微小中成就美善。喺每一次相遇、每一朵花、每一段同行嘅時光入邊，我哋清楚睇到，唔係我哋做咗乜嘢，而係天主一直帶領住我們。今年最重要，亦都係最需要勇氣嘅一步，係我哋終於踏出咗舒適圈，回應內心長久以嚟嘅召叫，舉辦首個以信仰為核心嘅花藝展覽，與聖母花園嘅義工攜手呈現創意，用花宣講信德，用美回應世界嘅需要。唔同背景嘅人，無論年齡、身份或者資源多寡，透過聖母花園嘅平台，都能夠用花講出自己嘅故事，見證社區嘅人性、創意與希望，讓呢個融合社區藝術與信仰嘅盛會得以實現，成為好多人認識天主教信仰文化嘅一扇窗口。今年我哋亦都好感恩，能夠同明愛粉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合作，開展花藝義工培訓與社區實踐。喺學習技巧之餘，我哋更加重視義工嘅心態、責任與團隊精神。一次又一次嘅合作，讓我哋明白服務唔單止係付出，而係以愛同謙卑彼此成全。我哋睇到呢一份愛，好似衛星咁樣喺社區之中慢慢擴展。喺孩子身上，我哋同樣睇到希望。今年嘅夏天，我哋再次走進寶血兒童村，連續6個星期陪伴小朋友用花藝同埋創意，將信仰同希望放入我哋嘅作品之中。義工幾乎係1對1嘅陪伴，小朋友嘅笑容、擁抱以及不捨，成為我哋最珍貴嘅回憶。喺最後一堂嘅聖經金句寶鮮花相框之中，讓愛與聖言長留心中。我哋亦都首次同小童群益會合作，為少數族裔嘅年青人舉辦以職涯探索為主題嘅花藝體驗。喺花墟之中，喺創作入邊，我哋彼此聆聽、尊重。花藝不分性別，我哋首次確信花唔單止係裝飾，亦都係一種陪伴，一種讓人重新睇見自己價值嘅方式。喺呢一年入邊，我哋都如常參與明愛賣物會嘅義賣，喺唔同嘅學校舉辦將臨期工作坊。花藝、祈禱與陪伴，讓等待與盼望喺社群中悄悄生根。回望2025年，我哋滿心感恩，感謝天主嘅帶領，感謝每一位同行者。展望前路，我哋將一切交託俾聖神，求佢繼續引領我哋喺微小之中保持忠信，喺服務中前行，成為呢個時代嘅希望的朝聖者。Pilgrims of Hope，願一切光榮歸於天主。